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喜樂呢個節目。我啦，大家都講咗好消息哦，5月31號拜五頭8點，呢個新嘅節目播出啦，大家都見面咧。起碼介咧，按照阿歐最強嘅儲存細嘴，基本上強到第五度嘅吹總都出事咧，大家變到大家都見面。一開始咧就強嘅來賓，係呢個吹總紅哥朋友。嗨，大家好，我係最強儲存小吹嘅吹總洪都拉斯。耶，歡迎紅哥。親厚，因為懂獎，因為要用客家話自我介紹，就先哇流了一下汗，對，說得很棒，輕腔。其實就是有興趣啦，但是其實不容易啦，因為客家話老實講說，它分的地區性也是蠻某用對啊，山線的、海線的，對，哦，有時候完全是聽不懂。趕快來歡迎我們第二個來賓，就是我們細嘴第一度嘅台廚師小帥馮陽。是寶嘛，我係細嘴嘅廚師，我做東都東強嘅師母，大家來勢。耶，懂腔。我們是不是就是等着他這一開始這個很長的這個自我介紹，跟他這個客語驗收的結構很有哎，有滿意嗎，崔總？因為他的發音對我來講都是有一點那種驚喜。因為他經常會有他自己的想法會講出來。真勁哦！一開始的時候，他有些他覺得他說應該就是這樣，嗆軸啊、嗆色茶啊什麼的，他都會自己隨便亂講。對，他有時候會夢到，有時候會夢到。對，就是把兩位歡迎出來之後，才發現我們剛忘記進預告，對不對？對。我們三個人一起來看一下這個新的預告，看一下。看一下，這裡就是詩壇。哇，你看連這個風都是淳樸的。今天代表詩壇鄉來歡迎我們的駐村小隊。謝謝，哇！這個就是我們的基地。一個月大家辦公的一個場合。我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應邀客家天師團，哎呦，東鄉呢，下村呢，就吹壯洪都拉斯。要說我以前不好笑，要是我以前的年紀，他現在已經在下面了。開點，吹演播音樂，所有來的人人人都有獎，什麼獎？新聞案獎，文真烈。他們就說：哦，他好強哦，你放心。那個溫小姐，回來了嗎？回來了。石敏帥也去當過了廚師，但我對我自己調味算是有信心。我們希望能夠融入詩壇鄉，感受一下我們客家文化的傳承。接下來我們要互相幫助，期待我們每一天都會進步一點點，一點點。2、3，按跳。所以覺得很短，感動。對啊，小時候想一直看下去，衝破哈。你是假裝自己在講客家話。我們來看你們學你要蒙個1、2句的。我們這邊是一個最強小隊，從毛第一度有西沙你，不過頂不易還吹中到廚師，你們要先介紹一下你們另外的隊友，這樣子。哦，好，等，大家好，佢係最強儲存小吹嘅吹員。隊員在講廣東話，抓高英軒 ，OK， 高英軒，因為我也不曉得他客家話怎麼講。那他在裡面，他在我們是所謂的苦力活。哦，我以為你要說駐寧啊，駐寧主任，駐寧，應該說，因為他本身就是對這個身體的那個保健非常的認真，是，所以關於體力活啊，其實他在我們這一次的活動裡面呢，這一次的實境秀裡面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對，因為他有教我們所有的一些鄉親們如何讓自己的身體更健康。哇，對啊，而且他算是詩壇女婿了。對，就是姐姐們超愛他，問他結婚了沒有？可是我以為是最喜歡紅哥哎。沒有，我是有年紀的，50歲以上比較喜歡。姐姐們都是想嫁給他，啊，他是女婿嘛 ，OK，詩壇丈夫，詩壇女婿。啊，走，我知道紅哥底下給片給人緣真的超級好，尤其是後腳咖啡的慧娟姐姐。哎呦，慧娟姐姐，哦，拜託，我第一次看到一個老闆娘看到我會害羞，然後我一進去裡面，她一直躲在你後面去。好棒，你看這，哎，聽紅哥這樣講，就真的大家跟詩壇的這個鄉親朋友真的感情親厚，對不對？是不是還有一個我們的？哎，我們這個，大家好啊，佢係小翠嘅一蕊法，唯一的女生哦，真的，那她負責的工作嘿，就負責漂亮，
负责教育啦。对，你都忘记了。他就是跟我们所有这个斯坦的一些小朋友啊，做一些互动啊，让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了解一些童话的故事。他真的小朋友都很爱他，好爱他，都缠着他不放。对啊，对啊。我们大家都很爱他，我也好爱他。小朋友自然就会亲近他，因为他带他们去买冰淇淋，有贿赂。真的。其实简单来说呢，当然你甲乡亲朋友咧讲一下咧，是迄个的红哥、小帅、文文还有英轩，记得发起张也改西夜，记得你苗栗改4趟都那边待一张眼，你们真的是在那边住1个月，对，一整个月，跟整个诗坛的乡亲朋友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然后里面做好多的事情，所以今天录这个节目，红哥说怎么可能是1集？其实我觉得10集都讲不完，所以我们讲精华。精华，我还以为你要帮我们延长呢，就是叫我们缩短就对了。哇，刚刚那是会说很短呢。我刚刚那是客家国语。简单来讲，我们简单分享一下你这个 long stay 一张一个心情很勇，因为你在诗坛做了好多事。因为红哥之前，你知道大家都知道红哥在我们这个演艺圈，开玩笑。常青树不是，我要讲是这样。你看第1秒 No.1， 懂吗？谁不认识他？暗腔，但是。你跟你过去做的这些所有的综艺节目都某汹涌，你在这里 long stay 一张眼，你偷偷来分享一下，也是第一次从客家乡亲暗涌给接触，从对，因为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的时候，我们制作人要找我做这个实境秀的时候，我是算是蛮恐惧的，因为我也不会讲客家话啊。那他们就是说啊，客家乡亲的觉得说，看到你就会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讲的这样子，就说他们都好喜欢看到你啊！我一时之间好像被冲昏了头，我就认为说他们好像是真的喜欢看到我这样子。被拐来的，对啊。他说我们去到那边去看景的时候，他们说好想看到你，看到你。然后我到了诗坛之后，我突然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因为我很少再到乡下去，我不能说是乡下啦，比较安静的一个地方，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那种交通工具啊，然后整个步调非常的快速，这样。我到那边去，我突然觉得说，哇，一个人的生活可以过得这么闲情逸致。然后我看到路上的一些长者啊，他们步调都非常的缓慢，那有那种安居乐业的感觉。然后到了吃饭的时间，他们就是全部的人就开始就为大家做一餐那个很好的一个晚餐，因为我们住的办公室的对面，他们就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他们吃饭的时候就是一堆人就在那边吃饭，我就觉得很开心。那其实我很害怕的就是，我们到了人家的地方去之后，会不会去打搅到人家，吵到人家？对，吵到人家。后来我发现到说，用我们的方式，因为他们对我们可能有一些好奇，所以人家说擒贼要先擒王，我们就先抓到那个村长。那个村长看到我们就很开心呐。那我看他年纪也差不多，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到说，他很希望我们能够介入他们的生活，让给他们点刺激，给他们希望这样子，给一些乡村的朋友说，我们是来做一些事情的，但是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到底会不会做得很好，我们也怕他们会拒绝。然后后来发现，因为我们村长他很热衷，他去跟每一户讲说，现在谁要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希望大家来配合。每一家每一户这样。对，然后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个村长办公室对面有一家90几年的一个老杂货店，100年了，甚至是100年了，因为他在那个杂货店的墙上挂了一张照片，我现在这个照片怎么是有一点像是灾难的一个照片？大地震，他们说是个大地震的照片，不知道是不是唐山大地震？对，就是民国20几年的一个大地震，那他把它拍下来。那我说为什么会拍到这张照片呢？然后我再看，他桌子旁边少了一个角，然后这张桌子就是当年发生大地震之后，那个角被切掉了，被压断了，好有纪念价值。然后它补起来，用到现在，那张桌子也是100年了。对，100年了。我说哇，这里有好多那种我们想象不到的，不管是古迹也好，还是怀思古之幽情。然后因为我们后来这个乡长告诉我们了很多的任务，那我觉得每个任务都超难的。我每个任务我都觉得我根本就不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事情。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傻眼，怎么可能？对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要去分配工作。那因为我们4个人有各司其职嘛，没错。可是，在工作的环节里面，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那提出来问题就好像不是问题一样。
因为我们做的一些先前要做的这些事情，它都还没有发生。那我们真的要再去做的时候，可能跟他们相信他做的事就不一样。对，现在想一想，我们一开始提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这不是问题，都没有遇到过啊。对，他讲了跟纸上谈兵，跟真的一样。然后想说，哦，那我觉得说我们要这个顺序要怎么做，到了现场完全推翻，不一样。连我们都已经设定好说，哦，比方说我们有个庆生会，我们要怎么样，到现在整个大乱，蛋糕也没来，然后开始拖时间。我觉得那个这样子的那种最实际的感觉，会看到他们村民觉得，哎，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可是后来我们弄得非常感人。对，而且其实建立了很好的感情。泰嘎扣的五迪哈，其实他们最后录影的时候，那个村民泰嘎都哭得乱七八糟，好像很舍不得这4个空降的这一个天使要回台北，按有给干高哈。其实还记得还有动动 Moki 改任务，其实洪哥，我刚听你说，就代表你真的感受很深，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录完也好几个月了，可大家还印象很深刻。超久了，好不好？半年了。对，可是刚刚讲起来好像历历在目，好像才刚发生。还有动动 Moki 改故事，想你改用这边先聊下，立马查，你等下早上再讲。好，那大家来分享哈，今日到场的洪哥还有小帅来到聊天，然后大家来讲我们这个周五对不对？5月31最强驻村小队要来跟大家见面。进入到我们这个任务介绍之前，我想要摸一嗨，你们知道最强的意思是什么？哈，很棒，懂腔，很棒啊！对，那泰嘎迪黑嘛个意思吗？是不是一个语助词啊？对，你知道客家阿婆很会用，是吗？比方说呢？比如说哇。洪哥你怎么那么帅？是吗？前面叫你怎么那么漂亮？对，你知道，我现在是认真，可是他们都没有这样跟我们说。没有，因为我们都不帅。也让你还要赢啦，对，或者是你把东西都打破，然后满地都是哇，小帅做的东西都倒在地上东西这么多倒到地上了，所以他这个哎呦喂啊，对，所以最强你们是强还是强？对，你们是强还是？当然是强啦，强嘛哈。因为后来我们发现到我们最强非常适合我们的这一次的合作，因为我们做了一些真的是这辈子，我觉得这辈子啊，就是不太可能会再做。对，很多任务对不对？对啊，超多任务。是吗？庆生会啊，沙体给抠场啊，古道修复。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而且你们还有快闪小酒馆，对不对？消防队的宣导，对不对？舞台剧，你们自己挑一个你们最想分享的，或是印象最深的就好对。其实每个都很难以忘记耶。不过对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个人的身体因素，我是对古道修复会比较有深刻的感受。因为比较累，筹谋。类似，我觉得是因为有一个互相激励，因为在斯坦的古道其实有很多。对，那条古道就是说他们在很早以前就是原住民，他们要下山的一条主要的一个山道这样子，所以他们经常会去看，尤其是我们要去的前几天好像有一点台风，所以它整个古道是塌下来的。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个队长，他说我们现在要去修古道，我一直认为修古道就是铺地板这样子修古道，我心里面自己的认知。可他什么也没带，就带几个圆锹，然后就带一些那种工具、手具对，就去，然后爬上去，什么都没有。我说哇，那你们要怎么修古道？他说我们的原料都在自然。对，事实上是。那我们就往山上走，看到一片森林。他说这一棵树可以来当成它旁边的那些支柱，我们就这样子，胼手知足的，大概就锯了差不多10几根。然后开始有人拿有一个铁的那种铲子，开始在铲它上面的那个固定住的那个洞，挖得很深。挖地基啊！哇，我的妈呀，那个挖到已经我都快要看到温泉了。等一下，你这个涌泉，我这还不够深吗？你要挖多深？等一下，我听孔哥这样讲，你有发现？有发现？你这个节目每个任务都是来真的，真的是。其实严格讲起来，你们每件事情都是来真的，不是假的。然后我们在挖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大概有10几个壮丁嘛，然后比方要挖个那个桩子，然后就挖完之后来换你，然后英轩就很认真就开始挖完之后换洪哥。他后面比较晚到，换洪哥我就挖2下，来换英轩，然后英轩就挖了30分钟，换洪哥我又挖2下，又挖。
以前就想说，怎么一直在换我啊？我觉得真的好累哦，那真的个很多任务，对不对？而且它那个是整个架构起来，还要从河床运石头，搬石头上去，因为它那个它的古道是本来就要修成一条便道嘛，所以它旁边都会一根支柱，然后它还要铺上很多的木头，然后再把土再放上去，再把土弄上去，再把碎石头搬上去，它就是一条很漂亮的步道。那个土是等一下，我们排成大概50个人。两位，我觉得我听你们这样。我听你们分享，就知道你们真的受蛮多苦的，就是，而且虽然苦哦，可是我们还是很快乐，边唱歌边运。对啊，对啊，这他赶紧冲伞沟就按有你，因为客家就是一边做这样的一个劳动，一边唱歌。然后最重要是我们唱的山歌，他们是听不懂的。对，我们明明我来起个头嘛，因为你是真的有唱吗？我唱啊。我就唱个凉啊，鸡甘蔗香啊香葱，然后我就觉得换你，他说。干嘛改？要不然就是天空啊，落水啊，这个大家就跟着唱，客家的应景精神。一个任务就可以让洪哥可以讲一集，他有太多可以讲。我先讲一下，小帅在那边负责做菜，对不对？对。洪哥，你对他做的菜有没有哪一道菜最印象深刻？有吗？我其实他做的菜真的都每道都很好吃。我也觉得很惊讶，你是被厨师耽误的，而且他很厉害，是大明星，是不是？他是中餐也会做，西餐也会做，然后客家菜也会做。被明星耽误的大厨师，怎么这么会做菜？对他都会耶，都会，他十项全能呢。而且他跟我讲一句，但我觉得这还蛮骄傲的。他说所有的食材，他开一次他就知道该怎么做。天分，可能是要有天分，但是我觉得做菜明明就没有那么难。你看，我觉得洪哥，你看没有，洪哥看洪哥看完我做就知道了，我只是东西随便加。我跟你讲，会做菜都这样，因为我也问过大厨，说，这怎么做？说你就加在一起弄熟就好了。没有，我觉得要记得一件事情，厨房里有的东西都不会难吃。哦，是哈，难吃是你加太多而已哦，所以你只要慢慢加。没有他真的做得很好，因为泰嘎看节目就会知道，有些端出来是像西餐，然后对我记得他还有做一个什么类似像鹅肝酱的东西，沾面包的，对，那就是鹅肝酱啊，好吃哦，猪胆肝，他打给猪胆肝粥给销售一空。对，但是我知道在里面，因为你们任务的关系，我知道有一次小帅好像要做面包，对吗？你要做庆生还是做面包？对，你看是做蛋糕还是做面包？面包啊！听说你做到快天亮，黑吗？可以。不是，但是因为面包本来就需要在那个发酵的时间过程比较长，然后它就是得在那个半夜的时候进烤箱，所以必须刚好时辰就是这样安排。哦，那你在做面包的时候，英轩在？睡觉吧，这一点我真的蛮佩服他的。他几乎所有料理的时间都是在凌晨。哦，真的？对，备料什么？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比方我们6点或是7点出来，那个我已经在做，他已经不见了。他说他甚至就到市场上去买菜。他去买菜，我说这个地方要到多远的地方去买？超远。他们跑到台中去是不是？台中去买，哇！我就看了就是哇，这个大奖有一些东西。他的体力真的是无限，我觉得比高云轩还好，当然他一定会比我好了，他体力就比我好。洪哥真的很可爱，洪哥讲，我觉得体力比高云轩还好，因为一定比他好啊。对，我觉得真的很感人，对，因为那你会后悔你担任大厨有给狗谁吗？因为你看起来比别人忙的时间更多。我不会，我其实觉得，因为这一次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感受得到他带给别人的心意，就是做了很多吃的，其实也是为了跟斯坦的大家一起互动。对，所以我带着我知道在做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像为什么要用猪胆肝？对，因为它已经快要没有了，快要没有人要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每一个东西料理的背后都有跟他们人的连结，我就会觉得说再累就没关系，开心做。我觉得我觉得如果我是他，我就会觉得很骄傲，因为比方说像他帮我们一些乡亲朋友煎牛排。全部吃光对，有，而且那个汤喝到那个锅子翻起来，那是不会滴汤汁出来的。我就觉得他对于他自己太好吃了。然后还有说还有没有了，这样自然还要。因为像那个我也是，因为那个牛排真是姐姐说他们老人家很久没吃到牛排了。对我那一次知道你们很忙，因为泰卡扣那5D因为读节目地图。
记得为哈嘎用心走动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你们从刚才分享到现在，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因为这的确是当时企划这个节目的初衷。对，因为我们想说，像有青斗跟实境节目从嘛，我们想说要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要有一个社会价值叠低度，要有一个社会回馈，然后所以有一个社会责任，所以。到了一个，你知道斯坦是一个大家观光都会直接越过的地方，不会下车的地方。然后它的人口的老化也非常的严重，也就是高龄，所以你的 Hito Gay 片带给他们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月。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真的都是在服务他们。是啊，对，所以刚才才会说煎牛排，不是还有小酒馆吗？对不对？对，小酒馆其实很忙。主要也是因为斯坦那边也有年轻人返乡工作，乡公所都是年轻人，都是年轻人，他们晚上8、9点就跟着老人家一起睡。对，所以他身体都非常好，没事情做啊，所以想说弄一个。我觉得弄那个小酒馆是一个，我们是突发奇想啊，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我几乎很少看到那么早就睡觉，然后很难对。然后我们到了那边发现到这个地方很舒服，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慧娟姐姐她自己有这样子的心意，所以我本来是想说我们应该要固定在某一个假日的时候。一个黄昏，在那边举办一个，比方说像露天咖啡厅，或者是那种民歌自弹自唱的。后来他们是有做起来，我就觉得好开心哦。开心是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坐在那边聊聊天哦，然后也可以享受一下咖啡。你们那边小帅在那边忙啊，红哥在那边忙着主持热场，相亲5点半就洗好澡那边排队了。哦，对，排队那个5点多就洗澡。我说阿婆要6点半才开始，5点半全部洗好澡，然后站在那个田边，我就想说小帅现在还在。做前菜，他说，而且是洗好澡，整个这边排队排很长，而且我真的不骗你，我们那时候有做一些宣传，对，还有从别的县市到这边准备要来吃东西，问你们从哪边来？台北来，哈，真的吗？没想到说我们具有这样的魅力，然后我们在现场，因为之前我们的晚上前一天都会安排说你的工作是什么，对，比方说你是外场啊，你这个，就到了现场乱七八糟，然后也不晓得，其实蛮紧张的，真的蛮紧张，因为他抽那个号码牌，因为他的位置的分布，我们也不晓得到底谁该带到哪边去，而且也不知道到底来会什么样的状况，对啊，没想到是排好队，你说陆陆续续来还比较好接应，对，可是他是排好队，那么多人，真的对。专门有一对夫妻，他安排这个废墟的那个破屋子下面。我说这里可以吗？没关系，只要看得到你们的表演就好了。好感人哦，好棒哦！对啊，哦，这个进广告之前，先来考一下客语哈。来，刚才是不是说要吃饱嘛？吃饱嘛？我的是海鲜的了，吃饱嘛？怎么不是？你怎么那么棒？一下反应那么快？来，按奏。这是我们学的第一句。你们刚2个反应真的超级快，完全不用想。是你海参，你刚是你海参吗？是海参啊，是什么？就是是你的意思。是梨啊，手是梨，好像台语哦，好棒啊！暗指谁？暗指。哇，你们可以去考，可以认证了哈。来，给来，赚来了。就是回来了的意思。对，我就帮你翻译，然后你的不标准。好棒，好在。唔会稀奶，是吗？好棒，好厉害，你很厉害。我是阿婆学的。哦，这个你会啊？这个会掉宣盘，宣盘。我刚那个掉哦，我掉到快被老师骂死了。掉哈，不是趴酸盘啊，直接给你趴酸盘掉。真的那一段我觉得太嘎真。哦，太好了，我好认真学不会哦。有够嘛，剪接师在做后期的时候笑到腹肌都出来了。对。没了，没了，100分，太棒了，懂腔，基本的，所以用前面记得有个哈尼好的，大家要慢一毛，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常常在讲。
看到按呀片段中对 T 派，因为之前对啊你们知道那时候跳的很多遍，然后跳到一圈的腿都受伤。跳到天黑了，对，天因快黑了。为因为一开始的比较重要，所以说像小帅他那边就 NG 了太多次了，我们坐在那都快睡着。然后那个温温那一边呢，因为他们觉得要让小孩子的活泼哦，要多一点能源出来，所以他们动作改了很多次，但是要让那个摄影机，小孩子都要对先吃过棒棒糖才会嗨啊。然后我觉得最辛苦的是摄影师熊哥哦，我看他跟着跑，他甚至在中间还一度撞到小孩子，他把小孩子撞得受伤，然后他是真的是哦用身体护住他的小孩子，护住那个小孩子，护住他的机器耶，他们就流血，我就说哇，你怎么会有这么重要的使命感？就像好比说我们军人在外面，无论如何枪一定要守住，他就是守住他的摄影机。那时候我就看到说哇，连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这么热血。真的？那你刚刚看到，你第一次看到剪辑出来的，第一次看到，还可以吧？我觉得很棒，对，很感人哎，对，很感人。但是因为呈现出来可能不到1分钟，不是30秒钟，但我们花了大概有将近7、8个小时，而且那不是这么容易完成，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知道那些国中生有多难叫来吗？多难叫来，多难请来，多难叫来。发的意思黑吗？你说通告很难的意思黑吗？不是，国中生就是会害羞，想青少年，对，就想说，哎呀。真的要吗？哎，每一集都会看到哎，害羞。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地方是那些国中生呢，就说哎呀，那我这样子会不会不好看？然后那个我们旁边就有梳化妆，来我帮你梳化妆，那每一个都绑得好漂亮哦。对啊。正式来的时候，每个他们对自己的造型就非常的喜欢，然后一些阿婆啊，还有一些乡亲们说，哎，那我可不可以画一下？就突然觉得说，哎，要上镜头了，大家要把自己用最好的那一方面呈现给大家。所以旁边周遭有很多那一些，很多都是拍的时候，整个乡请来的哦，不是只有新店村的。对，我们因为我们之前有到各个村庄啊，他们有很多的村庄，他们有时候晚上会有土风舞社的、广场舞的。对啊，我们就请那些阿婆一起过来，他们说哥去应邀请，就是拜托要来哦，要来。是吗？对，真的吗？然后他们有一个就是他们也是跳舞的，然后说啊不行，他说我们的队长在这边，我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你不行？哦，我明天有同学会，我要去参加同学会。那你就把你们同学通通拉过来啊，这样子才。他说哎对耶，我说你们有问题告诉我，我帮你们想问题想办法。掌声。那个隔天他们就通通都来了，好感人。真的来真的比我们想的原来还要多。然后他还跟我们报道哦，哎，洪老师我来了，他说他有说到做到哦，好感人。他们说蛮新鲜，蛮刚看到是成果，对不对？而且其实不只是村民，其实我们在这整个系列迪度有青斗跟特别大来宾。对哦，好，这个就是私心时刻，有没有特别喜欢，或是特别要特别？当然我是最喜欢黄迪阳了。哦，这是我同学，对，他同学，而且他来的时候，他的出场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出场。因为我们在外面已经工作了一整天了，那回去我们就要到后面去准备食材，那他也是很认真在那边弄东西，那他也是在那边弄东西。然后文威就不晓得为什么一直看着黄迪阳，我说你有这么喜欢他吗？你那么喜欢他干什么？然后他又一直看着他，我说后来麦迪赶快，别一直看着人家不好意思。就文威就用眼神就说。我说什么啊？他就把帽子说胡宇威，变成胡宇威。我说啊，怎么会是你？不是黄迪阳，黄迪阳他慢慢的从那边跑过来。我说哇，你们来这一招，把我吓得。我说你问问你有这么喜欢黄迪阳吗？就是胡宇威。哇，他那个设计，神秘嘉宾，他的更可怕。黄迪阳来的时候，他应该有吓到，跳进我房间，我还窗户是不是？对，从我窗户跳进来，吓死我，惊喜。我觉得阿迪因为是我国中同学，不是国中啊，我大学同学啊。然后我觉得能够在工作遇到就很难了，说要一起拍戏就不容易，不容易，何况是这样子的节目。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很惊喜，是内心真的很开心，内心是真的很开心。而且黄迪阳，我觉得他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真的他真的要非常感谢，真的。你问他，我们中间有太多的默契了。因为我们在排舞台剧，我们请他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排，对，那他就也给我们一些意见。然后后来我们后来他就回去了，因为那一年刚好金钟奖他有入围嘛，金钟奖入围啊，对啊。然后我们讲说，哎，我们希望他能够得奖。那时候还没开始颁，我们给他很多小 tips， 对，不能拿奖，不能先去拿到去做划船类的。哎，等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公开那个 tips？ 你现在被公开了。后来就是因为我们正在排戏的时候，
文文就冲过来，阿迪得奖了，马上打电话给他连线。我说阿迪，只有请客了。对，把所有的奖金都捐出来。而且我们还正在跟村民们一起排练的，为他欢呼对啊，哇，天哪！怎么办？都是最好的时刻。今天真的你们很有默契，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特别大来宾，你们真的都在讨论黄帝阳，而且两个人眼睛都有光哎。因为你说对谁比较有？当然，因为我跟迪阳比较，我们以前在做综艺节目有合作，对。那他的戏剧比较多，因为他大学同学，对，很多，而且还有那个陈婷妮。其实对我来说，对雨薇跟婷妮，我也觉得非常感动。还有徐安子，对啊，还有徐安子啊，对啊，他一开始就是安子，就是他们都跟客家有一些渊源，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存在都让我觉得很棒，他们很投入，而且雨薇跟妮妮他们最后来看天光的时候，对，是感动流泪。大家就会讲 content 拱黑麦意思，其实节目的最后，你们真的就完成了一个舞台剧。哇，这个是我们我觉得最感动，而且最诗坛新店村的他们最大的一个，我觉得是给他们一个最大一个作品。我觉得是一个交换礼物的过程啊。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说，我们这些都是演员，我们也都演舞台剧。我们来到诗坛的地方，没有办法真的带给他们什么帮助，可是一起演一个戏，可以大家都一起有一个共同的回忆，是一个纪念。而且我们到了台北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很感动，是说我们把你们从诗坛带来这里，但是你们今天就要把诗坛带给台下的观众，就很感动啊！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它是非常难，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只要做出来，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我也觉得是你们送给诗坛很大的礼物，来黑暗勇的港狗，因为他们真的得到很大的满足。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每一位朋友因为我们每天会接触到的这些乡亲朋友，我心里面就在想说，到底谁具备能够有表演的那种欲望，或者是说我们是在勉强他？我们如果是勉强他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就不想来，你为什么一定要找我来？因为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可是你们一辈子的机会，对，因为你们一直身处在这一个非常清幽的环境里面，叫你们在台北去表演的这件事情，你们大概一辈子都不可能会完成。然后他们到了真的要到台北来，要去我们在饭店休息，隔天要演出的时候，隔天早上我看到他每一个睡眼，那精神都非常的好，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你们有没有休息？我都没有睡。紧张，他好害怕。我说很重要的时刻，你们怎么都不睡觉？不行。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就是又有心理的压力，然后又有团队的压力，然后他觉得说他们不能够在这么的辜负人，然后他就一直抓着，比方说我们有对手戏，他就会接小睡，有没有讲这样？一直练习。我真的看到我那时候，后来谢幕完了之后，我在后台整个崩溃。有。对，谢幕之后，洪哥在台上，哇，真的是真情流露。对，我觉得他们实在太不容易了。我们怎么在强人所难做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讲，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不管，因为这对你们来说，你们是专业的表演工作者，对不对？但对他们来说是第一次的机会。对啊，这个真太不容易。我觉得他们扛下来了，而且满堂彩。而且还有好多艺人也去看了，超多，超级多，真的很多。而且婷妮也来啦，雨薇也来啊，现场有，对，是不是还有柏宏？我记得柏宏也在，柏宏也在，对。然后真的是蛮感人的，对。这个今天有一堆的题目要跟大家聊，都没有聊哦。这边有快问快答，大概10几题也没有问呢。我跟你讲哦，现在只剩下1分钟，所以这只能回答答案的。请问团队中最强的人是谁？温真菱，对，你说的好快，我还不及看消化题目是什么？对，温真菱，对，真的好，超强的啦。好，在结束驻村生活最想念的是谁？不能想很久。我们4个人吗？或是随便想，我们4个人，或者是村民，不能随便，慧娟姐姐，或是任何小燕燕姐，就云南师傅的老板。最想念的是洪哥，真的，好棒哈！共同俺都是的弟哦，大家听出来看节目。
洪哥，你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时候播出？我们这个超强驻村小队，我们即将在客家电视台第17台，每周五的晚上8点钟，还有在客家电视台的网站上面，还有 YouTube， 还有 Line TV 以及世界线上同时播映哦。没错，所以从哪改时间是6月8号，我们要全进诗坛，回到诗坛，耶！我想你们了，所以我们都会到，对不对？都会到，对，所以会在那边跟所有的乡亲朋友见面，什么，然后一起看播出。我很怕现在乡亲们已经开始准备要化妆了，从现在开始洗好澡。非常谢谢洪哥、小帅，好不好？真的谢谢你们。好，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大家记得咯，记得收看啊，记得2月8號嘅通樂會，聽下咧，強下咧做論壇咧。校群福喜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簽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啲影片分享出去哦。